大家好，我係汪家志 Doctor Joe。今集會同大家講下咧手指麻痹嘅原因啊，其實都有好多原因令到你會手指麻痹㗎。所以如果你有手指麻痹咁一定要睇我呢一集啦，同埋我會教大家點樣咧用運動嘅方法咧去舒緩呢啲手指麻痹嘅。咁所以大家記得密切留意啦。Dr. Joe,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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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e, Joe and Dong。最近咧，你有冇發現自己啲手指出現麻痹呢？咁其實手指麻痹咧好常見嘅，好多人咧咩年齡啊都有機會患上嘅，後生仔又會有，長者銀髮族都有機會咧患上呢啲咁嘅手指麻痹嘅。咁唔使太擔心，咁今集就會同大家講下咧乜嘢原因令到你會手指出現麻痹嘅。咁第一個原因就係好常見嘅一啲叫做壓迫性嘅神經病變咁咧，我之前咧係一集咧講周邊神經線病變咧都講過噶啦。最常見就係一啲叫做腕管道綜合症。腕管道綜合症即係話咧，呢個嘅腕管壓住咗個正中神經線，咁出現咧拇指、食指同埋中指咧出現咧一啲麻嘅感覺嘅。咁通常咧夜晚啦同埋早上起身咧就最明顯嘅，同埋咧佢通常咧除咗呢三隻麻之外咧就會有痛楚噶。咁另外一種嘅壓迫性嘅神經線病變咧，就係同我哋個手踭手踭管道綜合症。咁會出現乜嘢咧？今次就係無名指同埋尾指咧都會出現咧麻痹，同埋咧手嘅內側內側呢度咧可能會啲肌肉嘅萎縮嘅。咁呢兩個情況其實咧同我哋日常生活有關啦。可能我哋咧做嘢嘅時候咧，用電腦用得太耐啦，嗰啲姿勢唔啱啦，用個滑鼠用嘅時候可能壓得太耐啦。手踭嘅時候，我哋成日都咧拎啲重嘢或者去做一啲做 gym 練得太多，咁令到咧呢啲位置咧就會有一啲咁嘅問題㗎。咁通常咧可能要做啲物理治療去做啲伸展運動去舒緩㗎。第二個咧手指麻痹嘅原因咧就同條頸椎有關啦。咁之前都講過啦，如果頸出現椎間盤突出症骨質增生頸椎狹窄症咧，咁都會令到咧頸嘅出嚟嘅神經線，即係旁邊嘅神經線受壓嘅。咁通常咧，如果咧頸椎嘅第六節神經線受壓咧，咁我哋呢兩隻啦，拇指同埋食指就會出現麻痹啦。如果第七節就中指麻痹啦，第八 C8 嘅神經線頸椎嘅神經線壓住咧，就係無名指同埋尾指會出現麻痹嘅。咁但係通常呢個情況咧，一定係同條頸可能有啲頸痛或者咧佢會由開頭咧由條頸扯到落去個膊頭先，慢慢就延展到咧啲手指麻痹嘅。咁好多時咧頸椎會痛啦，或者咧佢未必係日日痹嘅，可能有時某一啲嘅動作或者條頸挨得唔好或者係瞓醒咁嗰時候咧個痹嘅情況出現啦。咁要醫治，通常咧就要針對性咧去做一啲頸椎嘅治療啦，一啲嘅物理治療、脊椎治療去針對頸啦。如果真係好嚴重嘅椎間盤突出症嘅咧，可能咧要用手術嘅方法咧去幫助嘅。咁運動都有幫助嘅，運動其實可以舒緩翻咧出口位呢啲神經線、頸椎神經線，咁令到咧減輕咗呢個麻痹嘅情況㗎。第三個咧手指麻痹嘅原因咧就同血管同埋循環血管循環有關。有可能咧係動物嘅硬化啦、生濕啦，而導致咧手指出現咧麻木嘅。有時候咧就會一啲手指嘅顏色都會變咗蒼白啦，會覺得好凍啦咁呢種咧就叫做雷諾嘅現象手指會冰冷，會發紫或者蒼白。通常咧
由情緒受刺激啦或者遇到咧好凍嘅天氣咧都會出現呢個咁嘅叫雷諾嘅現象㗎。咁如果真係發現咧係有機會係同嗰個嘅血管栓塞或者有啲血管循環有問題咧，就要揾專科醫生咧去做一個檢查，然後睇下咧有冇方法咧去修補呢啲嘅有問題嘅血管啦。喺我手上面咧就係 Dr. Joe 最新嘅拇指手腕支撐手套，咁咧針對腕管道綜合症可以承托我哋嘅手腕啦，保護我哋大拇指，同埋舒緩一啲媽媽手嘅問題。而家好多用電腦嘅人士或者做家務做到手又酸又軟，咁你就可以用呢個護腕去承托，去防止做嘢嘅時候勞損。佢嘅好處就係左右手可以同時用，同埋容易清洗。只要將大拇指綁起固定，然後箍住手掌同埋手腕就可以用㗎啦。如果你而家嘅手又麻痹又冇力嘅話咧，咁就最適合你啦。咁呢一個拇指手腕支撐手套咧，都係賣250蚊，記得上 www.drjoeon.com 呢個網址度選購啦。第4個手指麻嘅原因咧，就同一啲嘅系統性嘅疾病有關，例如乜嘢咧？糖尿病啦，咁呢種咧我哋叫周邊神經線病變，咁通常咧由啲腳趾開始咧就會慢慢影響到埋啲手指嘅，因為咧糖尿病咧真係會令到啲手指腳趾會麻痹嘅，咁但係就唔係即刻發現嘅，通常咧係要患者患咗糖尿病好多年咧，慢慢由隻腳開始麻，慢慢就影響埋啲手指，好似隻手咧戴咗手套咁樣嗰種麻嘅感覺。咁咧另外就係咧同嗰個甲狀腺功能有減退有關嘅，佢會引致咧呢啲咧我哋叫做咧黏液性嘅水腫而壓迫咧依神經線嘅，咁所以手指咧都出現麻痹㗎。咁另外咧如果維他命嘅 B 缺乏即係維他命 B 咁即係包括乜嘢咧？係B1、B6 同 B12咁所以最近咧都好興咧，就係食多啲嘅 B 集咧嘅一啲嘅補充劑咧，去補充翻咧，其實咧都有幫助咧呢個嘅缺乏 B 呢個問題而出現麻痹㗎。第5個手指麻痹嘅原因咧，我哋叫做其他原因啦，包括咧一啲叫胸廓出口症候群啦。即係咧喺呢個位置，喺個鎖骨同埋頸骨中間呢個空間 TOS 我哋叫做 Thoracic Outlet Syndrome。咁呢個位置咧就壓迫住窒咗，就令到手指出現麻痹麻木或者拎重嘢嘅時候咧縮埋咁就會出現咧手麻痹。咁另外咧一啲嘅叫多發性硬化症啦、中風啦或者中樞系統性嘅疾病咧都會出現麻痹嘅。咁呢啲咧都幾嚴重㗎，要即刻揾醫生咧去做一個檢查㗎。咁有啲人咧對啲藥物咧有嘅副作用啦，食咗啲新嘅藥物或者個身體係接受唔到咧，咁有啲人咧都會出現一啲手麻啦。另外係生活上嘅可能咧飲酒飲得太多或者食物方面咧有啲重金屬嘅中毒咧，都有機會出現咧手指麻痹嘅。咁所以咧，大家都知道原來咧手指麻痹都有好多原因嘅。咁至於治療嘅方法咧，就真係要揾出佢主要嘅原因，然後先可以咧對症下藥嘅。咁但係冇所謂嘅，一陣間咧我都會教大家一啲嘅運動去幫助睇下可唔可以減到一啲嘅頸椎而影響嘅手麻痹啦，或者腕管道綜合症手踭道嘅綜合症咧。呢啲嘅運動咧，去幫助大家咧，去舒緩咧一啲嘅手麻痹嘅情況，所以大家記得密切留意啦。第一個運動教大家咧，其實咧同嗰啲嘅腕管道綜合症有關㗎。咁通常咧呢3隻手指會麻痹嘅，咁所以我哋通常咧要拉鬆翻咧我哋腕管呢個位置，手腕呢個位置。咁最好嘅方法咧都係咁樣拉啦，係咪？咁樣拉鬆佢，咁數10下，1、2、3、4、5、6、7、8、9、10，咁轉手咯，又係咁做，1、2、3、4、5、6、7、8、
9、10啊。咁之後咧可以咧細力啊搓下嗰個嘅手腕位置啊，唔使太大力㗎嚇，輕輕咁樣鬆下佢啊，可能鬆埋咧前面啊前手臂嗰啲筋腱啊，咁樣做。咁之後咧又再重複啦，又再拉1、2、3、4、5、6、7、8、9、10。另外嗰邊1、2、3、4、5、6、7、8、9、10之後就鬆下。有啲人咧其實咧可能咧少少就已經好扯㗎啦，但係咧你記住咧一定要手要伸直咯，就算少少咧對手都要伸直咧先會做到個效果㗎。咁你可以咧每一個鐘頭做一次咧，其實都有幫助㗎。呢個運動咧係幫助伸展咧頸部嘅神經線，包括咧手臂從神經線嘅。咁首先點做咧？隻手咧見唔見到90度啊？手掌向上就咁樣啦，見到嘛？咁之後咧，我哋咧就做呢個動作，縮翻埋，見到嘛？咁我哋咧咁樣做咧，我哋就可以咧伸展翻咧我哋嘅前手臂嗰啲筋腱啦。咁啊，再加多少少就點做咧？側翻向左邊，翻埋嚇。咁我哋可以試下咁樣做10下嘅，1、2、3、4、5、6、7、8、9、10就係咁啦。咁啊，如果你想咧再拉得多啲咧，不妨咧手掌貼埋個牆嗰度啊，同個膊頭高度。咁之後其實呢度已經好扯㗎啦。咁你再可以咧將個頭咧擰向左邊，再伸展多少少。我哋數10下，1、2、3、4、5、6、7、8、9、10，放鬆嚇。咁呢個伸展其實咧係都幾有少少扯嘅。咁所以咧量力而為，如果貼得唔晒咧，貼少少咧，其實都可以嘅。咁呢個就可以真係幫助咧伸展到咧我哋腕管道綜合症啊，或者手腕因為手腕或者手臂過緊而影響嘅麻痹咯。咁你可以重複咧做3組啦，1個鐘頭可以做1次咧嚇，大家不妨試下啦。喺我手上面咧就係 Dr. Joe 嘅底骨盤骨帶啦，咁主要咧就係幫助我哋鞏固我哋嘅底骨啦，同埋盤骨嘅，特別係適合我呢啲咧中意翹腳啦，或者係有腰骨痛嘅人士都係非常適合嘅。咁點用咧？好簡單嘅啫，我哋將盤骨帶放喺前面盤骨兩邊骨頭嘅正下方，輕輕咁樣綁起，再將左邊嘅帶咧拉向右邊黐住。右邊嘅帶咧拉去左邊鎖緊黐住，咁就可以鞏固到我哋嘅盤骨同埋底骨噶啦。呢個咧係針對你嘅盤骨移位啦、前傾、坐骨神經痛、椎間盤突出或者行路冇力嘅人都係好適合嘅。另外咧，經常坐啦或者係生完小朋友嘅女士都係非常適合噶。咁咧呢一條底骨嘅盤骨帶咧係愛嚟鞏固我哋嘅盤骨啦，令到佢唔會移位嘅。咁所以咧我哋係可以24小時戴住啦，佢唔會好似腰風咁樣傷害到我哋嘅腰骨肌肉啦。其實係非常適合一啲長期有痛症嘅長者嘅。而家咧網上購買嘅話咧係只需要200蚊㗎咋，大家記得即刻撳入 www.drjoewang.com 呢個網址度選購啦。呢個運動咧，其實係可以舒緩翻咧我哋如果手指啊內側，即係依個尾指同埋無名指咧，如果過緊啊，或者令到佢麻痹咧，可以做舒緩嘅。咁點做咧？好簡單嘅啫 ，OK 手勢啊！之前可能都講過噶啦。咁點樣做 OK 手勢咧？咁樣先啊，見到嘛？之後咧就慢慢咧向後，見到嘛？其實已經扯緊呢個位置㗎啦，咁你可以咧最簡單就係將佢伸展，好扯啦已經，特別個尾指落翻嚟掂塊面，咁樣做，數10下，1、
2、3、4、5、6、7、8、9、10，就係咁簡單嚇，可以喺度維持多1、2秒，咁就放鬆啦。咁你可以重複做2、3組咯嚇，咁你得閒你就可以做啦。如果覺得太容易啦嚇，不妨咧再做多難少少。咁樣之餘，咬高埋，見唔見到？好似戴眼鏡咁樣，咁就提高埋手踭，就數10下，1、2、3、4、5、6、7、8、9、10，放鬆。嗱，呢個就真係可以幫到咧成個手踭啊、手腕啊或者咧無名指同埋尾指嘅麻痹嘅，咁大家不妨試下啦。呢個運動咧幫助我哋咧，如果啲手指可能有麻痹啦，有啲手指退化啦，或者咧血液循環差嚇，咁所以都可以做下咧去幫助呢啲手指，特別早上起身。咁點做好簡單嘅啫。首先我哋就伸直兩隻手，見到嘛？就咁樣啦。之後咧就屈曲，見到嘛？嚇，放鬆，屈曲，放鬆。我哋做5下，1、2、3、4、5，就係咁啦。之後我哋就咁樣屈起，做5下，1、2、3、4、5 ，OK， 好啦，之後咧就揸拳頭咯噃，1、2、3、4、5，就係咁啦。咁呢個簡單動作其實咧已經可以幫助呢啲關節啊舒緩嘅。咁之後我哋就可以彈手指啦，1、2、3、4、5，好啦。最後咧我哋就做個咁樣咬。嗱，變咗做到啊！1、2、3、4、5啊！你會感覺到呢度有啲扯嘅嚇，咁啊放鬆啦，咁啊揈翻啲手指。咁呢個咁樣嘅次序咧，你可以咧得閒你就做嚇，咁啊冇乜所謂嘅。你中意你記得嘅，你咪咁樣做下咯嚇，咁樣做下咁樣啊，彈下手指啊，唔記得嘅淨係咁樣做咧。其實都可以幫到啲手指咧血液循環會好啲嘅。咁你可以咧1個鐘頭做1次啊，或者有時間嘅坐車嘅時候咪彈下手指啊，揸下拳頭啊嚇。教咗俾大家，其實都想大家咧多啲運用咧，去幫助咧血液循環好啲，咁會減少咧嗰個手麻痹嘅情況嘅。咁大家不妨試下啦。剛才為大家示範呢啲嘅舒緩手麻痹嘅運動，咁啊大家不妨試下做啦。咁啊都係咁講啦，如果做嘅時候有痛有唔舒服，就要停問一問醫生。如果中意條片，記得介紹俾你嘅親戚同朋友，俾個 like， 訂閱我嘅頻道，同埋要請按鐘，仲要記得留言俾我，加入成為我嘅會員啦。會員區裡面有好多咧會員先可以睇得到嘅影片，包括我3本書裡面嘅一啲嘅運動片咧都係跟住嚟做噶。咁我呢度咧祝大家身體健康，我哋下次再見，拜拜。Dr. Joe.